咱来看，伫咧1908年成立的嘉义树木园，面积有8.6公顷。伫日本时代是咧生产材野的，内底有真侪热带性的经济作物，未少在地人嘛去遐运动。嘉义独立册店伫遐举办台语走图的活动，要带大家做伙认捌内底的食物，也有日本时代留落来建筑。 押韵甲无押韵吼，啊，咱看是毋是？你看伊遮有无？最后的解说。这粒仔的青枝料伫头骹，煞亲像甲石头落落来声共款。老师小解这种合作久立的食物，互第一届知影的人拢感觉真新鲜。嘉义市的独立册店伫嘉义市树木园举办台语讲读，毋但导咱内底的食物，嘛小解遮的历史建筑。日本时代就种介济树啊，包括这个巴西的这个橡胶树，吼，这嘛是咱台湾遮唯一吼有几大片的树林，啊，才有100年的这个橡胶树，啊，佮像咱这个肯氏南洋杉的母树。啊，实在就在进前可能经过，但是唔知影伊的名的植物啊，佮看到伊的种子，我感觉就欢喜。来遮运动拢敢若行过呢，啊，即摆听老师讲啊，咱就加减了解安尼吼。 这个树木园伫日本时代是大叶上材仔生产甲试验的所在，所以树木园内底阁有一寡东吹式的建筑，有宿舍、水表室、地下指挥基地等等的建筑。导咱老师就带大家透过这个建筑来认捌迄当阵的历史。建筑面吼，咱有无共款的即个认捌，吼，即个物件叫做会当多元吼来看到即个嘉义宫，毋是干那植物，伊阁有一个历史面。家己来的毋知影讲，这历史是安怎发生的，但是有老师安尼讲。 阮才会知身临其境啦，系啊。占地8.6公顷的嘉义市树木园，为日本时代到今，内底已经有100多种的食物，是嘉义人平常时就会来运动的所在。独立册店举办台语导览，希望透过自然甲历史的角度，互民众透过母语认捌在地的历史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